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台南市国际凌船锦标赛14号暗时伫安平运河正式开幕。虽然受到梅雨影响，不过游玩吸引真侪民众到场观礼。其中上届受到注目的，就是由市长李梦燕所组成的市府队、甲议会以及驻华大使3队的比赛，做伙来看开幕的情形。依照凌船比赛传统，市府伫安平运河先进行祭江大典，祈求凌船入水就平安。随后比赛伫14号暗暝开幕典礼过后正式登场。今年上届特别的是第一摆市长亲自带队报名参加，甲议会队伍以及有8国家的驻华大赛拢做伙车拼，透过飞凌船的挑战，甲市民做伙分享过节的气氛。一连串庆端午的相关的体验活动、艺文团体表演及美食小吃等。另外，开幕典礼结束之后的活动更加精彩，将由市府团队、议会团队以及国外使节团队共同的进度，拉开今天竞赛的一个序幕。我想接下来还包括我们的热舞台这边会有摇滚之夜。以及各个艺文团队的精湛演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丰富、有趣、好玩的端午佳节。伫咱地的开幕比赛过后，今年总共195队、4600多人参加比赛，将陆续登场。其中上受注目的男子组有38队竞争，将争取上悬的奖金30万。虽然开幕典礼当中已经受到今年第一波梅雨影响，不过现场游玩去侪乡亲也雨伞，嘛来替选手加油打气。体育处表示，凌船比赛决赛6月18号下晡5点开始，卖安排在市上主村、三冠王等4间有线电视伫第3频道进行直播，邀请无多到场的市民伫电视同款会当收看精彩比赛。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台南有将近1500位的特教学生，除了少部分伫客舱、课程学校以外，大部分拢是伫一般的学校上课。不过目前专任的教师甲助理拢明显不足，所以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伫个议员参选人的小听之下，积极替这阵族群来发声。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人黄伟哲上午伫议员参选人陪同，共同替台南市1500名，包括同情等特殊教育学生来发声，强调唔通因为因身体上的障碍，互因的学习持续落后。强调脑机会当选，一定会伫专业教育师资、助理员的不足等问题来努力，减轻家长负担，甲因打造无障碍成长环境。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会碰到，例如说，有些他们因为身体长大了，家长背不动、扶不起，所以需要许多的特教助理来帮忙。这个特教助理其实除了老师之外，他的编制其实坦白讲，员额是相当有限。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一个像在国中，有的国中的特教生就已经很大了然后高中他们的特教生，他家长背进背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负担。那如果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接受特殊教育的话，也是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在这个部分，特教助理他们的一个部分，我们希望说，在未来政府能够伸一臂之力
黄伟霆除了强调要落实对特殊教育学生的照顾甲辅导等需求，会长嘛接受党政儿童关怀协会，将对台南伫体适能成绩点名的严格，严重打击特教学生伫求学的梦想来进前，要求给因一个机会。体适能部分，现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只有我们台南是最严格。那它的严格程度就是它的标准值定得很高，然后又把它纳入分数之内。那有些重度的孩子，他因为化疗或者是放射治疗一些，他好不容易命保住了，回归学校了。可是他回到学校之后，学校一直跟他讲，你要慢慢练习体适能，好达到你想要的分数。你分数达到，你想要的是你有目标想要就读的学校。可是他的体能已经没有办法达到标准值，所以我们都一直希望说，不要刁难这些孩子，给他一个机会。为着黄伟霆嘛，如果相关教育温暖的政策，这是第一波，后续将持续发表，替弱势来发声。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市长陈顺林个书破正式被国民党提名以后，上午国民党副主席陈永权特别南下，为年底选举召开督导辅选汇报。当时伫德公里活动中心受证基互个书破，有信心结合在野的力量，赢回台南之战。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永权伫高速坡被党中央正式提名市长参选以后，上午正式南下台南进行督导选举汇报。会长除了亲自受证基互高速坡替加油打气，同时交付辅选议员甲里长选举任务。陈副主席表示，台南虽然是南亚的艰难选区，不过这摆民进党执政予人民失望，加上基层同志无放弃小挺到底，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当重新伫台南拼盘。我拄着一寡足济台南人，不管伫南部拄着，还是台北拄着，我秘书长啊，台南袂使讲去艰困地区啊，一定要赢的地区啦，所以。国民党中央已经来台南市，一定要讲，一定争取建设变做一定要赢的县市，安尼对不对？我们要让国民党在台南市全面性的恢复竞争力了，让台南市民过好日子。台南市市民非常的善良讲起来是非常善良啦。全台湾的人过2年的日子，大家就已经快受不了了。我们台南人已经过了8年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像是要推翻暴政，所以我们要让国民党全面性的恢复竞争力，恢复在台南，让大家知道国民党又回来了。那这样的话，我们人民才有好日子可以过。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一起来起义，1124，一同起义，推翻暴政。这届国民党市长人选确定，虽然比民进党起步较晚，加上前警察局长陈子敬参选的无确定因素也来协调，不过现场营造胜选的气势，以及母鸡带小鸡的力量。高书坡强调，不是民进党杀上出来，台南人爱照单全收，伊将无分哪里结合在野力量，为守护台南后时代平安幸福来战。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府城良友文教协会甲台南市良友会举办爱心活动，15号上午伫东区区公所，有议员曾顺良甲良友会会长柯志成捐赠5,000粒的爱心粽，互东区的123款低收入户甲独居的长者，做伙欢度端午佳节。由台南市府城良友文教协会主办，结合议员詹顺良、东区区公所詹顺良自由会甲东区里长联谊会共同合办的爱心粽捐赠活动，15号上午伫区公所4楼会议室举行，由东区区长陈胜男代表接受。良友会每次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它都结合一些慈善的团体里面，然后来关心我们东区里面的那种独居老人，包括那个什么低收入户，这是非常感谢的。虽然咱的小姑大家拢去办，但是良友会他们那几个结合团体，而且因
今天就是说，独居老人由阮李干事来亲自发送。阮的李干事，我就交代讲，发送的时候除了发粽子之外，还是要去关心独居老人他的生活的状况啊。如果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做个回报。每一档拢会办这个慈悲端午星传众情，那关心一些比较那个低收入户1、2款，还有那个独居老人，还有边缘户。让他们感到社会还很关心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温暖的过一个那个端午节。我想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啦，那也能够借着媒体的传递，让所有的社会的善心人士要多关心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今天我们良友会准备5600颗粽子，想要因为我们良友会长期秉持着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宗旨跟精神特别借由今天这个端午佳节的日子，然后把我们的爱心跟关怀透过我们的区公所需要。比较弱势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温暖跟爱心。议员张顺龙表示，爱在当区关怀弱势300场活动，今已经迈入第10档，5000条的肉粽拢是良友会所捐赠，而且为了维护品质，事先把拢暂停试食，请大家食得安心。伫万不拢起只有薪水无起的状况，嘛希望捐赠爱心的粽会当互弱势感受到社会温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第二款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日能科技被认定是未来新世代非常重要、佮有发展性的新建设。中央政府也规划要伫个沙仑建造日能科学城，所以配合政府的前瞻计划，成功大学甲东京电力签约合作，将要做伙开发出更加侪新的技术。伫个成大校园内的绿色魔法学校所举办的智慧能源科技论坛，现场来了侪关心绿色能源的学生甲民众，因甲成功大学以及东京电力公司展开座谈。未来双方也将会配合着沙仑日能科技城的计划，开发较侪智慧能源的科技。政府单位所主持跟领导的所谓沙仑科学城的基地之外，其实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假设所有的智能，所有其他现在已经有的发明，还有来自于我们所有场域里的科学跟产业的能量，希望共同开创一个新世代的生活模式、新世代的能源利用的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共同怎么做呢？希望今天大家在这里的时间，可以用我们共同的诚心诚意来找到这个新的机会，而这个新的机会的所有的量能，应该由大家共同来分享。只有大家愿意在这个平台里面出发，我觉得我们才可能找到我们更大的机会跟未来发展的可能。透过计划推动，东京电力公司将会甲成功大学做伙将区域能源管理做精准的设计，并且引进再生能源的计划，促进台湾社会朝向永续能源的方向来发展。
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了让外国籍的学生也会当体验5日节，特别规划8项的课程，而且更让学生体验用雄黄石来点牙头，让体验的外国籍学生拢感觉非常的趣味。由着校长曾信超用雄黄石一个一个帮这寡外国来的学生，伫咧头壳遐来点着雄黄石，互因来体验着端午节祈求福气的民俗活动。这寡外籍学生，有的是对印尼过来的，有的是越南或者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随后，这寡学生因也开始动手做。第一届会去藏叶啊，凹出三角形，并将煮好的米甲料放好好势。这寡第一届体验，也互因拢感觉非常的趣味又个特别。我很喜欢这个活动。我们非常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我们现在有很多的79个印尼生，有马来西亚、越南很多的东南亚的学生。那我们端午节跟他们一起来包粽子，然后点雄黄，好让他们了解这个端午节的文化，中华文化。那我们也希望让他们不只来留学，还可以来学习中华的文化。那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移民法里面规定，他们这些人如果毕业了，很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长期居留证。所以我们很希望要教他们融入我们中华的文化所以那当然也是佳节倍思亲我们希望我们的节庆一起来照顾这些国际生。包粽点雄黄石做香包，这寡拢是首度来到台湾的这寡外国的学生第一届的体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也希望借由安尼教育课程，让这寡来台湾无到3个月的学生，会当更加快速的融入台湾的文化，并加速因学中文的速度。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有一位55岁退休老师，1-2个月来一直出现喘气未顺、持续打扫等等的症状。经过医师的诊断，确定是俗称的菜瓜布戏。医生表示，其实真侪患者伫确定诊断以后，大多数拢已经是尾期，平均的存活期只有2冬半，甚至比癌症更较低。正常细胞就像海绵同款细细密密，不过这款俗称菜瓜布戏，就是细胞已经变成拍干以后的菜瓜布同款，有一孔一孔的纤维。医生表示，这款镜头以50岁以上的男性较侪，上明显特征就是打扫无痰、喘气困难。不过因为诊断困难，发现的是拢较晚，平均存活率只有2冬半，甚至比癌症较严重。所以健康它本身虽然不是一个恶性疾病，可是它的预后结果实际上是跟癌症是差不多，甚至比某些的癌症还要差。那像目前我们知道，像肿瘤来像淋巴癌、乳癌啦、膀胱癌，它预后甚至比我们今天讲肺纤维还来得好。它唯一的只比肺癌还有胰脏癌稍微好一点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它虽然是一个良性疾病，可是它的预后事实上不会输给癌症。虽然该病症的死亡率高，过去甚至无药通医，不过医生强调，去年开始，国内已经核准新药的健保给付，而且研究显示会当减轻肺功能下降，至少6成8恶化，嘛算是患者的一大福音。第一新闻管制郭培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职业性的皮肤病，伫通报系统完善的国家，通常是伫所有职业病当中排名第1。现代病院伫2010年开设专台唯一的职业性皮肤病特别门诊。7年来，发现因为职业接触到的物质所引起的职业性的皮肤病，上介侪就是美容美发的业者。医师表示，要对症下药，就是爱找出过敏源。
新台北职业环境部检认主治医师王碧智表示，虽然职业性的皮肤病一开始镜头无明显，容易被疏忽，而且发病期间上短几个月，上长有可能经过几啊冬的接触，才引起皮肤病变。就因为职业性的慢性皮肤病较歹治疗长根，所以医生呼吁要治疗职业性的皮肤病，也是要找出真正的过敏源，才会当对症下药。各种不同职业的时候，他会碰到各种不同的刺激炎或过敏炎。那刺激炎通常在皮肤产生的变化通常是比较轻微或者很容易处理，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它的症状不会太厉害，但是那时候皮肤还是有病变，这时候很多过敏源就很容易从这个皮肤病变的地方，特别是手部跑到身体里面来。这时候一旦他对东西开始过敏之后，这时候他的症状通常就会持续，而且会变得比较厉害。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过敏源找出来的时候，他通常这个症状是会越来越厉害，而且这个在越来越厉害的中间，他手部的湿疹是更厉害。这时候很多过敏源更容易进来，所以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有这个警觉性了哈。除了刺激源帮他避免以外，也要够聪明把这个过敏源找出来，然后从他的这个工作中、生活中把这个过敏源完全移除，这样他这个手部的病变才会完全痊愈。医生强调，职业性皮肤病上侪就是接触性的皮肤炎，大概占所有职业性皮肤病9成以上，其中也分做刺激性接触甲过敏性的。治疗上，只要透过检查找出患者的过敏源，减少或是避免接触，拢会当治好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乌云有时，侪云准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6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